末日鐘喺1947年誕生，當時科學家將指針定喺凌晨之前嘅7分鐘。如果指針踏正12點，就代表住人類文明已經滅亡。而家指針已經走到去11點58分31秒，距離午夜12點只係剩返89秒。究竟我哋仲有冇可能可以減慢呢幾支指針跳動嘅速度呢？過去10年啦，全球嘅氣温咧已經超越咗人類有記錄以嚟嘅新高啦，熱浪啦、旱災啦、暴雨啦、颱風等等，呢啲咁嘅極端天氣現象咧，亦都變得越嚟越頻繁，所以其實好需要各國以及唔同嘅持份者更加積極去考慮有咩唔同嘅減排措施啦，以及點樣可以減慢我哋全球變化嘅速度。可再生能源目前正在全球範圍內蓬勃發展。在過去的10年內，以風能和太陽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它們的發電成本降低了80%以上。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範圍內都有分布，這樣發展可再生能源可以擺脫對傳統化石能源的這個特定的依賴性。可再生能源是當前全球發展的大趨勢，也是我們人類應對環境和氣候變化的重要手段。香港雖然係石屎森林，但係只要你細心留意，每一個城市嘅小角落，都總會發現有蘊藏住生物多樣性嘅空間。生物多樣性或者城市生態咧，係一個城市規劃入面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藍綠城市除咗綠色之外，我哋都要有啲藍色嘅管理嘅，即係譬如河道嘅管理。近年咧，其實多咗好多唔同嘅設計，即係譬如話會引入一啲魚梯啊、天然嘅石塊咧，俾一啲雀鳥去棲息，或者咧將嗰個基底咧完全去石屎化。咁呢啲嘅空間咧係俾到更加多嘅生物咧可以去居住。藍綠呢件事咧要得到一個平衡，令到未來有更加好嘅可持續嘅發展，咁啊俾到一個更宜居嘅地方俾下一代。咁黑水虻本身都係一啲有刺嘅昆蟲啦，咁但係佢哋嘅幼蟲咧，其實係非常有效去處理一啲有機廢物或者廚餘，然後咧將佢轉化為一啲高蛋白質嘅飼料啦，又或者去回饋翻自然。咁 ESG 其實代表環境啦、社會啦同埋公司治理嘅。近年其實好多上市公司啊，又或者企業咧，佢哋都會標榜佢哋會喺可持續發展啊、公司治理啊等等方面咧作出好多嘅改善啦。咁好多機構可能佢哋都好困擾點樣去處理佢哋本身嘅廚餘啊。其實我哋都想介紹一個自然為本嘅方案，去幫助到唔同嘅機構，又或者呢個社會去實踐呢個 ESG 嘅理念嘅。GIS 其實佢哋係比較擅長可以處理呢個空間數據啦，咁亦都可以令到智慧城市更加宜居嘅。蚊患咧，其實同呢個環境亦都有息息相關嘅。咁我哋又希望利用 GIS 結合咗 AI 咧，去做一個計算，希望可以揾到邊一啲嘅地方其實係比較高危咧，能夠幫助到佢哋自己業界做一啲蚊蟲嘅管理咁樣嘅。咁喺呢個全球好多嘅挑戰底下啦，例如氣候變化，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早啲去做嘅準備，又或者喺有限嘅資源嘅時間裏邊，我哋可以點樣應對未來城市嘅挑戰。利用先進嘅科技，有系統咁樣分析數據，先至可以對症下藥，解決環境同埋社會當下嘅真正問題。科學就係不斷咁樣去累積知識。咁如果我哋缺少咗數據分析呢一步呢，其實我哋係累積唔到知識嘅。唔同類型嘅數據要用唔同統計嘅檢定方法啦，我哋先會得出 whether 我哋個假設係啱定係錯，先可以進行下一步嘅分析。For example，全世界嘅溫度點樣影響某個地區嘅生物多樣性呢？咁又或者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方向嘅一啲研究，呢個 course 其實就係想俾到同學仔一個工具箱，令到佢喺唔同場景裏邊咧可以拎翻相應嘅工具出嚟去進行啲分析咁樣。一個城市其實除咗由政策、政府推動或者業界推動一個改善環境嘅方案以外咧，其實由個人意識着手都係好重要嘅。香港嘅海岸垃圾問題好嚴重啦，大家都會知道好多垃圾，但係其實佢背後嘅生態影響啊，其實我哋 individual 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去改善呢個問題，其實係未必好清楚嘅。其實我哋講緊 sustainability 點樣同 community 做一個 communication， 就係希望每一個人都知多少少啲垃圾到底喺邊度嚟嘅呢？我哋可以做啲咩去減少某啲垃圾長期喺沙灘上面出現，由根本改善嗰一個環境議題。城市發展咧同埋生態保育經常都會有一啲衝突嘅。對唔同嘅生物嚟講咧，最重要就係棲息地啦。如果發展咗，將佢哋嗰個棲息地剷平，咁佢直接導致佢失去咗棲息嘅地方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保留嗰個棲息地本身好重要啦。
咁喺個課程入邊咧，我哋都會同學生講一啲常用嘅生態調查方法啦，譬如點樣認一啲塱原常見嘅鳥類啦，點樣去做一個系統性嘅調查。地質學在環評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的課上，我主要介紹香港的基本地質特徵，比如香港的岩石以及地質災害等等。除了在課堂上面正常的教書以外，我們還會帶學生去出野外，具體的去看野外的石頭到底是怎麼樣子的呀。我們希望學生呢，在這個課上面除了學到理論知識，也學到一些真正的實踐技能。咁我哋喺呢個 course 裏邊就特登揀咗汀角呢個地方咧去進行我哋嘅考察，沙灘、泥灘同埋紅樹林嘅生境裏邊咧，就等學生認識到唔同潮間帶生境上面嘅物種分佈啦，同埋佢係點樣可以辨認到喺潮間帶上面嘅物種。點樣量化生物多樣性喺環保評估裏邊，往往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因為準確嘅生物多樣性資料係往往可以左右到一個發展計劃可唔可以繼續進行嘅一個重要因素嚟。準確咁樣去講得出佢嘅生態價值有幾低有幾高，先可以決定呢嗰個地方應唔應該進行發展。香港嶺南大學授課式碩士課程可持續性與環境分析理學碩士，以跨學科嘅角度培育人才，貫徹嶺大作育英才服務社會嘅宗旨，以環境數據分析打造可持續發展城市，貢獻社會，回饋大自然。